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嘅节目是来记当破歌声，最开始带来一首《夜来香》，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您的掌声。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一个啼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一个啼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美丽彩色的这个世界啊，义大破歌声是咱的最爱，是陪伴咱做伙，平安健康大发财。哇，来，谢谢大家哈！来，感谢咱侪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咱义大破歌声。哦，线顶已经侪观众朋友上线了哈！来，感谢您哦，谢谢。哎，谢谢咱文东哥哥、钟大哥啊，美兰姐姐哦，谢谢宏远的文龙大哥、连贵大行呀啦哈，申叔哥哥、阿酸姐啊、尤大哥、尤大嫂、古大姐阿姐，谢谢你哦，邱金寿啊、顺天哥哥，感谢。来，博奇大哥好，梨花姐姐，谢谢长生大哥、焕中大哥、木火大哥、坤星哥哥，哇，你们默默的捧我声哈，谢谢大家。来哟，哈，谢谢谢谢，非常欢迎收看咱本节目《义大破歌声》，我是江丽，我是方丽喏。这个人生吼，唔是讲去甲什么人伫咧走收入，哦，而是吼，你爱本身爱选，选选咱家己本身适合咱家己这个意，吼，好好的来行自己的这个路啦，做家己啦。也讲到做这个吼，你要行路的时阵呢，除了这个心情，身体嘛要挡会调咧。对。啊，有的人啊，就这身体先袂倒，是因为就这责任吼，要搁强调咧。什么责任你知道？
对家庭的责任啦，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啊，吼，母囝这个责任，哎，一个硬撑。是啊，是啊好强调咧，嘿，所以讲吼，有足济咱在时代讲，哇！啊，你看迄某美人吼，一个退休落去啊，哦，啊，规个身躯吼，规身体乱乱向拢摆去，迄对啦，伊就是感觉放松了嘛。放松了后，嘿，所有亲像像咧出门共款，是啊，哦，遐酸正疼，啊，身体安尼吼，安尼哩啦啦，以前呐，我才知影讲以早的时阵做过头，对啦，迄以前呐，咧疼的时阵吼，啊，就讲。啊，因为我都咧听，暖者就过啊，啊，都论者，吼，啊，论者咧，无啊，啊，明仔载嘛共款，爱搁上班啊，啊，袂使讲做哦，咱咧休咧，莫上班啊。但是呐，即马就无共款咯。但是即马就无共款啊啦，即马来讲吼做哦，休困了后，啊，都退休啊，对无？啊，若人艰苦的时阵，啊，无要紧啊，都无咧做工课，啊，无吼，搁暖者，看嘛会好袂啊？袂好啦。你像讲，我有一个朋友啊，以前咧做工课时阵，迄三班制呢，迄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是暗时，啊有当时啊是照轮班的啊。日时有咧暗时啊。哦，啊有当时啊是日时困无饱。生活无正常。嘿哦，啊，就轮到夜班的啊。啊，夜班的时阵是毋是暗时啊咧上班，日时爱困，搁困袂饱，啊，搁煞落吼。囡仔搁生落。对啊。还带囡仔。哦，对，你看。啊，你讲啊，习惯啊啦，其实吼，迄毋是习惯啊，迄就讲嘛是咧吼，身体咧应承。嘛是咧消磨啦。对。眼前的时阵对无吼，安尼根本就无咧笑，吼，这毋是习惯，这是因为安怎，进程算操太久啊。咱有的时阵啊，这个咧毋是忝，是讲咱已经经太久啊呢。迄机械都爱休困的，莫讲咱人。对无？机械莫点油呢，啊无像即个末代收掉呢。哦，啊整个像即个人身就敢亲像伫咧爬山顶，伫咧高原面顶，伫咧行路啦。即个气的身受输入去，有伫咧喘气啊。但是即个气的时阵呢，无法度对着啦。哦，有气无力的对了。这嘛是真正啦。其实吼，足侪时阵，咱会看到一寡时代吼。啊！咧做工课时阵，其实是用意志力伫咧撑的，啊，都袂当会对啊！你讲啊，像迄人我咧讲的意志力是安怎？像人咧骑卫兵，你知影？迄咧骑卫兵的时阵吼，你敢会使叮当？不行啊！忙啊呢，好心咧飞共款。对啊，迄嘛是靠意志力对无？对啊，迄吼总统府的卫兵啊，吼啊，这个上硬啦。安尼。对，都亲像我这真正放啊好心的心吼。观光客咧看咧。你袂使讲说手抓起来先抓拍。不行。安尼是丑态百出啊！对啦，上惊就是即款的啦，吼，啊，看起来时阵也无啥物代志，看起来人好好啦，吼，啊，规身的亲像即表啊共款歹去啊，利利落落即款的做些啊，外口搁咧惊安尼吼，是啊，系啊，啊，其实呢早就已经透支去啊。是啦，所以讲毋是讲吼人的身体袂倒哈，是因为我咧讲时间袂够。啊，讲袂出来，啊，在硬撑。啥物叫做生活？生活两字足好讲的对无？系啊。生活的时阵呢，爱做一个解说。安怎讲？生活为着生活，你啊三顿啊爱拼。对。工课爱做，爱认真做，头壳认真动。但是呢，像机械共款嘛，爱互伊休息一下。要休息呢。哦，安尼啊，对无？迄车都爱5000，都爱去换乌油啊你。做食。哦，啊，毋通叫来做死做路财的命。哦，啊，那如果来讲者哪做，啊，哪休息，对无？找时间的先哪运动咧，安尼。哦，这个生活是品质才好。心情也要放松。祝大家，对。哦，莫以后是莫搁惊啊啦。莫搁惊啊吼。系啊，莫搁惊啊。该当忝的时阵，对无？就是爱休困。对，吼，爱检查，爱检查下。像讲咱即摆哦，拜六时啊，礼拜时啊，你来休困的时间就是要放松，哦，就是要放松吼。好来。感谢咱的秀芬姐啊，郑大哥吼，谢谢素英姐，感谢吼美兰姐姐，咱的明华哥哥哦，搁有咱这个今仔秀峰较熬早吼，来秀芬姐姐，谢谢你们咯吼，恁咧播我声拢做讲有别滴乱啊，来，即摆准备要互咱来点歌，今仔安排6首歌曲，头一首歌声乱情。就一杯一杯，搁一杯，我打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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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时的灯光要
人的歌声，予阮感觉心茫茫。好来，第二首啊，第二首呢是咱的《烘炉地鼓》。想起咱热恋迄当初，有时甜蜜，有时又酸苦。来，第三首哇，意乱思境。若想起咱的初恋时，时阵天点在花边。来，第四首哦，新娘悲歌。来，第五首歌曲《可爱的马》。做阵也已经无你，今日也着爱离开，像望着心爱的马哟，不觉出泪滴。来，上尾的这首啊，准备了哈，《落叶诗舞》。他乡的秋叶随雨吹落地，流浪不简单，你答的人。来，谢谢。六首歌曲，即马准备要来接电话哦，吼！卡咱头前8326-317。8326-317。来，中华关系第八国关系加一个控诉哦。头一首歌歌声乱情，第二首烘炉地鼓，第三首意乱思境，第四首新娘悲歌，第五首可爱马，第六首落叶诗舞。以上六首歌曲，来准备接电话喽。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喂，你好。喂。迄个，我报3号、4号。3号跟4号。啊，你是占贵啊，大哥哟。啊，对。哦，3号哥好，谢谢哦，嘿，好，感谢，谢谢。喂，你好。喂，啊，运动哥哥。汪明哦。嗨。你好。江林老师你好。今仔要听倒一首啊？我点第一甲第五义务。好的，没问题。义务谢谢，感恩谢谢。来，玉玲哦。喂，姐姐大哥午安，好久不见呢。我要点第一首跟第二首。好的，谢谢啊。好，谢谢。啊，你好，尤大嫂。喂。阿嫂你好啊。老师啊。嗨。好。我来点1甲5。哦，1跟5。可爱的。好，谢谢哦哈。好，感谢咱尤大嫂哦，谢谢。来，隆中大哥。汪明小姐，江老师好。好。点5啦。 5甲6票。哦，我下开哈，这是咱的隆中大哥哈，谢谢你，谢谢平安。来哟，阿酸姐啊。喂，江林、方林，你好。嗨。我点5、6。5跟6。哦。 5跟6。好的，没问题哦，嘿，谢谢阿姐哦哈。好，这是咱阿酸姐啊。喂，你好。你好，点第2首。第2首我送我阿姐哦。地鼓。谢谢。哎，你好，玉轩。江林、方林，你两个好，我要点第3甲第4。第3甲第4。好，我下开。好，谢谢哦。好，谢谢。喂，你好。喂，义文哥哥。哦，我名江林，你好。嗨。好。要点第4首甲第6首的。哦。
第4首和第6首，谢谢。没问题哈，好的。你好，顺天哥哥。两位主持人午安，我要听第5首跟第3首，谢谢。第5跟第6。好，我写开哈。来好的。喂，你好。你好。喂，来，坤清哥哥。好，要学哦，好，我写开哈。汉好，谢谢你哦哈。来，宝丹姐。哦，你好，嘿，我今天想要听倒一首？张姐你好，好，小姐你好，嘿，好好好。哥张姐你好，第3首和第6首。哦，好的，这是咱宝丹姐哈，好，我写开啊嘿。你好，秀芬姐啊。你两个老师好，哦。我点第3首和第4首。安尼哦，我写开好，你两个好哦。好，谢谢阿姐哦哈，好，谢谢。来哟，陈妈妈。喂，陈妈妈你好。嘉玲，金牛皮瓜可爱的，拜拜。陈妈妈哈，好的，谢谢你。来了，我的新朋友。第1条歌声乱情。哦，歌声乱情哈。这你新朋友呢？我新朋友。哦，欢迎你哦，要怎称呼你？我今仔日看到，今仔开始咧看电视看到，甲你。好，就是缘分啊，姐姐。那阿姐你住倒位啊？我住市政路。市政路、市政路，唔台南。哦，你台南哦，台南哦。哦，唔是啦，台中啦，好，台中哦，台中哟，好。我贵姓哈？我住喺市政路。嘿，我知，你贵姓哈？王大姐哦，哈。好，谢谢你哦，嘿，谢谢。当时点嘞，当时点嘞。等下就会唱哦。哦，谢谢。好，喂，你好，来，Kim 刘啊。喂，小姐你好，我要1跟4。1跟4。好的，没问题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平安，谢谢。来，头一首歌曲就是咱这个新牛逼歌。新牛逼歌来。一首歌曲。喂，你好。日语歌曲所改编。新朋友欢迎你哦。喂。嘿，你好，你要点歌吼？嘿。来点倒一首。我点迄个歌刷1号加1号。1号。5号。5号哦。咱住倒位啊？我住通宵叫秀兰。秀兰这遐哦。好，秀兰通宵了哈。好好，安尼我写开哦嘿。好，谢谢。来，这是咱的秀兰阿姐哈。再见。好，欢迎你啦哈。来，希望咱今日头一天甲咱点歌的人客，大家拢准时甲咱收看咱的义大破歌声，吼，你会记得拢是接棒啊，大家拢由工人甲方面来甲恁做服务哈。安排这首叫做《新牛逼歌》。这首歌曲，咱的珍贵大哥玉轩、以明哥哥、秀芬姐、陈妈妈为玉仔姐所点，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哦，帮您献唱。起来，目睭像
谢谢，感谢顺天哥哥、坤兴大哥、曹勋大哥、阿正大哥，谢谢剑爽大哥恁的捧声。秀峰，感谢玉轩、冠中大哥，咱的古大请阿姐，谢谢恁的捧花声，咱的徐爸爸、徐妈妈，感谢哦。来，谢谢咱的玉玲、秀芬姐啊。洪帅吴大哥好，玉轩谢谢。首就这个怀念的，这个日语金曲，叫做《东京悲歌》。哦，来甲伊改歌词了后的时阵，咱台湾话讲有做呢。新娘悲歌，哦，改做新娘悲歌了哈。好来，谢谢咱的淑金姐姐、康苗姐姐啊，廖兴大哥，哇，恁的婆婆声拢有收到哈。哦，包括讲有的剩2字尔，10779898好朋友，谢谢哈。来7768，这嘛是好朋友，给咱拍扑啊，还有3060，看不到名字了哈。感谢。好，谢谢我们的尤大哥、尤大嫂哈。来，今麦呢准备哦，咱今麦一首歌曲先来准备的。歌，有歌名。好朋友哈。好礼要送给你哦。是啊，今仔送哈。刚隆重像这个好礼要送给你。来，送上介好哈，目前市面上定制的，哇，送遮好哈。来，这口。这口鼎啦，伊会当做炒菜鼎，会当煎，会当煮，会当卤，吼，甚至你若会晓煮饭的人，会晓用到四炉煮饭的人，你嘛会使用这口来煮饭哦，吼。平常我才煮互恁看，我足好煮饭的吼。好来，这口，这口呢，伊拄好是3.2公升的，哦，咱若是要做火锅鼎的时阵，一家口差不多超5、6个啊，若要食火锅的时阵是真适合的啦吼。啊，咱若时段有当时灶骹较深，灶骹较客厅有一段
一段距离。啊，你食饭的时阵，搁时行当客厅食饭，我咧讲哈，阿嫂啊，你若有即口的时阵吼，徛来客厅，电甲插落，摕来遮当咧哪煎哦，啊哪炒，甚至来搁煞来煮一下汤的哦，啊咱哪看电视哪煮，迄大哥搁会甲你斗三工，啊你袂歹呢哦，所以讲即马吼，即间康宁公司吼，这是康宁餐具旗下的这个品牌，这康宁公司吼，伊上厉害的就是哪，设计一寡鼎。哦，玻璃鼎啦，吼啊，甚至吼，伊进前有做迄陶瓷的啊，迄会当为冰箱放出来，吼陶瓷的哦，灰啊的哦，放落加速咯，马上加热袂破哈。因公司就是遮尔厉害哦，技术足厉害，拢上先进的啦，最先进的吼。后来讲到遮，准备哦。首歌曲要来带来一首，蔡小虎、蔡小虎啊，伊这个成名曲。安尼，送分题哦，细腻哦，细腻哦。春风带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不着。中秋月暝落水重，山顶的歌梦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春风带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受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不着。中秋月暝落水重，山顶的歌梦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这首歌曲当时嘛是代表着工人一甲放人的心声，要祝大家春夏秋冬拢总身体健康，哦，做菜的时阵呢好年冬啊，合家平安啊。哦，你是咱保时捷呢？所以去呢，来甲安排一底，这个早前嘛真受到欢迎的一底歌曲，但是这首呢是国语歌，哦，国语歌，啊，语言同款，四字，四字，来，这首歌曲的时阵，若做这个黑暗时啊吼，这个天星月亮的时阵吼，拄光灯明亮的时阵呢，哦，这个气氛刚好的时阵来甲唱，感觉是非常的这个好吼。来，
刷入去。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云河，想记起偏又怕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却不会在云河中坠落。藏匿着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今夜的星辰依然闪烁，像夜神点燃爱的火，想得到偏又怕失去那份爱，深深埋在心底。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却不会在云河中坠落。藏匿着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来，咱观众朋友来甲右看卖下咧吼。来，像这个呢，服务较不足的所在吼，因为这右歌大家拢真踊跃，拢真踊跃。也像这个吼，瞬间啊，伫这个1秒钟的时阵冲入来，伊这个电话有可能超过10通。啊，电信局无这款设备的，所以讲会安怎？会跳掉伊袂？啊，跳掉去的时阵呢？咱的观众朋友啊，我咧卡，咧甲我挂掉去，啊，就吱啊落去啦。迄原因是安尼吼，所以讲服务较不足的所在，吼，咱则来甲反映在电信局，咱甲请较济机咧，吼，来甲做一个改善安尼，你了解吼？我即摆主持吼，来甲走一对像即个热门的音乐了后，要来甲公布即个答案。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感谢你，咱的观众朋友踊跃参加，因为时间的无情，不是你我无缘，你来甲做一个查字的动作，你来甲公布答案。来哟，头一首。中秋月暝露水重，山顶的歌梦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来天。这首歌曲会使讲观众朋友一个落歌吼，老师也袂唱到歌巴的时阵哦，起头尔就拢满线。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哦吼，来。第二首是头前这句就是啊。安尼。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昨夜星辰啊。好，感谢。星辰。来恭喜哦！今仔大家观众朋友拢真踊跃呢吼。满满的这个。先甲恁收开，好收开哈。好来，伫遮呢，哇，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啦。咱拄则点歌的时阵吼，咱甲安排下一首歌曲芳玲呢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今仔我要介绍红景天。咱的红景天呢是有4种，内底有4种的成分。咱内底有红景天专门针对着讲，或者咱若咧行路啦，甚至无张无当的时阵，气喘袂开，这个氧气不足的时候，红景天，伊就是咧，互你这条管内底迄个氧气充足。有的人啊去高山咧爬山的时阵，讲说出国啊。就个交代你讲说海拔3000外、4000外，你伫厝的时阵，你就要先准备食这个红景天，才袂讲做安怎高山症，所以讲这红景天，观众朋友若有用过，就知影讲这个效果是到倒位。而且阮内底毋是有红景天尔佮加上佮一个安那 Q10，Q10 的时阵Q10 就是安怎，伊会降低咱的自由基，加速咱的代谢好。延缓老化，就是讲，互你的公路会当安怎持续较 Q 软的，袂去安怎反缩去、反侧去。是。另外，还佫有一个纳豆激酶若讲阮的纳豆激酶是专利的纳豆激酶而且咱虽然是适合伊的，但是阮的纳豆激酶一罐内底的含量大概就在22000 FU 高单位。等于讲，你若去买一罐纳豆激酶单罐，甲买回来时阵，大概嘛差不多2万8左右，咱就大概22000 FU， 因为这是安怎高倍数浓缩的所以讲观众朋友，伊食落去了后，一天食一盖，一盖食2粒，伊伫8点钟久内底，就会当将你即个公路内底一寡黏的安怎？这若咱通袂过时阵伊会当这8点钟久，甲你溶解，甲你分解这个黏的纳豆激酶，就是咧食这。还佫有一项红曲咱的红壳的部分，伊就是咱公路内底的清道夫。遮尔好着，真侪时段红壳实在毋免佫介绍啦。咱若知影讲，咱若有一寡时段，你还佫咧生红糟了。迄红糟若生落时阵，本地油一块肉咧油，生落时阵，伊个油全分解掉。伊就是咱若咧分解咱公路内底一寡呐油彤彤的，所以讲伊这4种甲加做伙的时阵叫做天王啦。真正是天王啊伊个4大天王，4大天王加做伙的时阵，互咱知时段，你毋免分开买。所以讲我这项介绍比我这个节目搁较久，
因为呢，我伫地方台时阵已经介绍10档的时间，过来到遮的时阵已经超过15档的时间，真侪时段拢长期伫咧使用，食到讲本地安尼呼呼叫，暗时咧困的时阵，吼，我咧讲即马呢顺顺顺，本地呢啊若小可行者时阵，哦啊就安尼疼。啊，白条咧，食到即马拢总安尼顺顺顺。本地若讲安尼去身体检查的时阵，哎哟，挡落去，哎哟，落，山高啦，对无？乌杂杂啦。我咧讲，加足清咧，甚至吼，你就有3种吼，毋是新水膏啊，人讲山膏啊这啊，你食的时阵，伊甲你稳定。你一寡控制药啊，会当倒来收敛掉。所以讲呢，观众朋友，我的红景天吼，而且已经介绍遮久啊吼，咱有固定介绍，一盒就是2000块。咱买2盒的时阵，2盒我们有特别优待，对不？4000。2盒4000有优待，2盒2800啦，因为一盒2000块，2盒4000块。你甲我买2盒2800，在时代拢总买过2800，唔爱买过你买细组的哈。今仔共款卖你2800，但是呢，我今仔要送你一罐咱的倒手芳，因为真侪时段若当安不舒服的时阵，我咧讲吼，拢总安那，即罐甲推的时阵，你包括伫咧食的时阵，效果嘛较紧，你会马上舒缓哦吼。所以讲，咱万用倒手芳。我即马今仔日你甲我买细组2盒，我要送你哦吼，就是2800哦，2800哈。2盒2800。今仔日来啦，那大组就是安怎买4盒，4盒偌济啊？4盒就爱5600块啊。我今仔优待计销5000块，600块无甲你收无当紧，咱搁加送一盒，安尼拄好偌济啊？哦，安尼安尼5盒5000块，安尼。真侪时段拢总甲咱买过这个组合，对不对？来，我们今天母亲节这个档期哦，吼，我特别甲咱观众朋友争取的哈。你今仔买小组的，加200块就好，加200块，3000块，我搁加1盒。所以讲呢，你今天买我们今天价格全部给你调整过来哦，哈。今仔你若甲咱注文交代，3000块摕3盒转去。啊，若大组咧，大组我咧讲，恁搁加嘛，搁加1000块就好，加1000块，6000块，搁加2盒，安尼拄7大盒，7大盒甲你收偌济啊？6000块，那3大盒甲你收3000块，7大盒你甲我买大组，当然我细组的时阵，我有送你号做倒手芳对无？来，电话开始卡啦吼，倒手芳啊，我今仔日呢，我搁送，那大组我送迄领石墨烯远红外线迄领。石墨烯2倍，好不好？来，打电话0800-810-0810-815-181，谢谢。你今年几岁啊？我今年90岁啊。哦。有影咧，确实咧，唔是我别讲咧，前咧我心脏哦，会抗大咧对无吼，啊行路吼，好像叫安尼啦，食迄红景天啦。啊，食了有效果就对啦。本来吼，含骨仔筋吼，逐当都爱愈迄薄边啦，那转到尾啊吼，拢血压拢高啦，哦，安尼疼。啊，我食你红景天，食了吼，过来安尼好势。啊，食迄红景天吼，食了心脏也好，啊肝也好。啊，肝拢100分，心脏嘛100分啦。喂，你好。喂，金文姐啊。呀，我买一组好啊。一组吼，我跟你讲，你若捌买过，你就知。今仔上介俗啊，我唔安尼买啦吼。好，来，谢谢你哦嘿。好，谢谢，来，感谢。喂，新朋友你好。喂，你买一组吼。好，啊，我等下甲你写开，但是我等下再甲你写注记哦，因为即摆满数，我等下再甲你问哦嘿。好，来哦。喂，全路大哥。全路大哥，你要一组吼？好，我写开哦吼。玉兰姐你好。喂。玉兰姐，要红景天吼？我爱3000块。哦好，我写开哦吼。青池大哥你好，青池大哥。喂。买大组。买大组吼？你老客户啊，知影讲要买大组，更较会好哈。谢谢你哦嘿，谢谢。来哦，梨花姐。梨花姐。买小组的哈，我写开哦嘿，好，感谢你哈，谢谢。来。0800-810-0800-815-181。喂，碧玉姐。喂，还是。要大组的哈，碧玉姐拢买过啊吧？
哦好，6000的哦嘿，啊我今天送你了吼，送你好好，谢谢。来，元培大哥，要大招哟。大招啊！哦，拢总捌买过啊啦吼。你我毋捌买过。这行你也买了？哦，安尼感谢你哦，信任芳龄哦，买大招的哈，谢谢你，好，谢谢。来，观众朋友，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格哦，哈，你拢知影哈。跟好大哥，跟好大哥要大招的哈。大招大招的哈，啊，我今仔搁加一领迄个石墨烯的被子哦，嘿。马上就到了。我看卖，尽量赶，明仔载无到时爱礼拜一哦，嘿。好，谢谢你，谢谢。来，观众朋友吼，这段时间因为有咱做这个档期啊，所以讲有当时会塞车，无法度讲今仔出会明仔载就到。如果明仔载无到时阵，咱可能就是爱后你到礼拜一吼。来啊，郑娇啊姐。我一组哈，要组诶。哦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谢郑姐好。喂，你好，鹦鹉啊大哥。鹦鹉大哥你好哈，要大招大招哈，我写开哦嘿，谢谢。你好，哇，拢规个拢中。喂，你好，小碧，小碧姐，小碧姐要大招小招的？大招的没好大招的啦吼，好，我写开啊哈。剩啥？石墨烯2杯啊。再2杯哦。系2杯啦，2杯。好，谢谢。来袁梅姐你好。大招小招的。大组的吼。我甲写开嘿，谢谢你哈，感谢。来，观众朋友，你若是吼，捌听过，捌甲我买过，你拢知影讲芳旅从来没有这一种价格，第一届哦吼。咱观众朋友要把握，因为这一次母亲节档期的时候，我甲公司争取足久的啊吼，争取这个7大盒6000块，无大金，咱今仔加码再送你这个2倍哦吼，石墨烯的2倍来。6000哦哈，7盒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感谢，谢谢哈。来，其实哈，真侪咱时代拢有食过，但是我唔捌用这种组合的，你知影吼？10几年的时间哦，真正是这项搁另外迄个豆啊，吼，咱的绿豆黄，这拢是工林甲芳林开播的时阵。老东西拢总是，互咱观众朋友真正信任，甲咱食好到小报吼。好来，老师你安排一首歌曲，我来线卡倒接电话哦。好，来谢谢哈，哇，电话拢总啊摸线哈，谢谢你们哦吼。来电话，如果你若是新朋友，像刚刚的话。咱拢先甲你留电话尔，先留电话尔吼，等下会甲你回拨，会甲你回拨，甲你留住址，甲你留姓名吼，谢谢大家哦。你若是要互芳龄，这个档期过了以后，母亲节过了以后，我们又回来哦，价格又回归原来的价格，也没有送了，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就把握了，好不好？谢谢，感谢。喂。安排一个咱的观众朋友所点唱的歌曲《落叶诗舞》。
树的秋风，偏偏因悲哀。流浪的生活，无依又无怨。暗树着当做阮的家庭，无聊的长暝，灯火也忧愁。某些在灯下孤单独相思。陆秀师傅，感谢。来，感谢吼，咱线顶个员工啊，这吼，谢谢你吼，咱拄则昌义大哥，其实吼，方林哦，甲咱报告哈，我家己嘛伫咧食，我一工拢总食，或者食2粒，当做保养，吼，当做保养，爱保养啦。安尼我咧讲哦，你咧行路的时阵哦，较袂拔掉的，较袂喘。咧爬楼梯的时阵，加爬咧几落楼，有的时段讲吼，我爬一楼的时阵，就是按喘鼻涕，都爱休者对无？食咱即种了后，4合1的了后，即摆咧爬楼梯吼，啊，就安怎，去咧进行3楼进行的时阵吼，都毋免搁休啊哦，吼，而且咧人精气神嘛加足好，袂安尼不等安尼戆戆杂杂，吼，你啊缺氧的时候，你人我来讲，你头壳会晕，会晕，会戆，会不舒服对无？迄个氧气不足吼，咱这会当互你啊，氧气公路内底氧气满满，啊，一届就是安怎？天啊，饱，精神就好。吼，啊，就安尼吼，头壳就清楚，骹手嘛袂麻痹，血路循环若好的时阵，目壳会当做即个啦，防止着即个中风，抑较长脑筋啦。对啦，对啦，吼。所以讲啊，咱做这节目的时阵，要互咱观众朋友诶，除了讲互你即个心情快乐以外，要甲你即个身体健康来甲你做一个上介大的加分，阮就是安尼做的吼。那咱即边主持呢，咱来甲。今来甲抽奖，来甲走一块就是抽奖角。哦。哎呦，高比比较细声呢，新龙龙哦，龙凤的龙哦，哈，不是基隆的龙，新姑的新哦，哎，不是新哦，是新，啊龙嘞，龙凤的龙，龙凤的龙，来，来，恭喜谢大哥，我来甲走落去。咱即马吼，咱有搁足侪新的朋友吼加入即个药歌哦，所以讲我真侪咱在时代哈，准时甲咱收看吼，啊，互咱观众朋友嘿，我咧讲吼，这若摕顿的时阵，咱今仔是送即口，今仔即口实在是真正袂歹吼，哦，实用啦，啊，搁安尼足高啊，非常的高雅吼，非常的高雅哈。哦，好来，好。来，感谢吼！啊，观众朋友，会记咧线卡的电话继续互恁卡吼，啊来要来安排一首《意恋思久》，谢谢。来，
这首歌曲有咱真侪观众朋友点哦，吼，是咱的张贵大哥玉轩，保单节秀婚这时候点的哈，谢谢。若想起咱的初恋时，时阵天行在花园里我来露出情意，春风也带伊芳味。谢谢我们的景玉大姐、冠中大哥、金福哥哥，谢谢坤星大哥、龙中大哥，哎，感谢你的捧花声，佳佳，感谢哦，来剑山哥哥，咱的尤大哥、尤大嫂。谢谢我们的苏英杰、顺天哥哥，哇，你的菩萨收到喽。若想起咱的恋时，是夏天徛在阮河边，你我来糖甲蜜甜，水声也真有情绪。谢谢我们的玉轩大姐、坤星哥哥，你的捧花声，也感谢咱侪观众朋友，小等落节目了后，有需要工人甲方面甲恁做服务的，来我2点钟固伫线卡，继续甲恁接电话，共款敲阮头前的专线0800-815181，而且祝恁健康快乐，明仔载同这时间继续甲咱收看哦。